色銀扣 B stamp 全套齊晒，39,800 cap 圖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0 Alpha colour 皮全身，我全身我唔拆開佢啊，因為咧我驚整甩佢啲貼膜啊！大家都知道 Kelly To Go 裏邊係點啦，佢有條肩帶喺入邊嘅，係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0 cap 圖先，因為呢啲袋全部都係得一個，跟住就 Mini Lindy 3Y 金扣，呢隻2代嚟㗎，呢隻係2代嚟㗎，佢個價錢係幾啊？呢度。3Y 金扣 K stamp 係啦，2代嚟嘅呢一隻70800 70800 3Y 金扣，即係好深好深嘅藍色近黑色嘅嗰個 3Y 金扣 K stamp 70800 cap 圖2代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0 Mini Lindy 2代。正常而家應該係要76,800咁上下，跟住我哋有隻 Kelly 25黑金，係啦 Epson 皮18,900 18,900，係咪 G 嚟㗎？睇下先，係 G 嚟嘅18,900 18,900 G stamp 黑金 Epson 皮 Kelly 25 Kelly 25 Kelly 25。cap 圖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0。仲有咧，仲有啲袋咧。係啊，嗰兩隻 Even 係啦 P18呢啲可以攞俾我咯。呢隻係咩嚟㗎？呢隻講咗啱先收翻去。好，跟住金 P18 金 P18 金呢隻應該係馬鞍皮嚟嘅，馬鞍皮 P18 金33,800 G stamp G stamp 33,800馬鞍皮 G stamp 33,800 cap 圖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0 G stamp。可以再看看 Mini Lindy， 可以啊，你想睇邊隻啊？頭先有隻黃加藍。同埋有隻3Y， 你想睇邊隻？我兩隻都睇係咪？講埋呢隻先。跟住呢隻奶色白嘅 P18咧係最貴嘅，平時係啦。呢隻33,800 33,800 K stamp P18 奶色白銀扣33,800 33,800。呢隻又係咩嚟㗎？呢隻咩白 P18 呢個係奶色白手柄內拼芝麻色33,800 K stamp， 佢個手柄咧拼咗個芝麻色嘅，係啦33,800 33,800 K stamp 奶色白銀扣，奶色白最多人中意嘅，其實喺白色裏邊嚟講，標講晒。都講得七七八八㗎啦，啲標我哋講咗好多標，你睇下仲想睇啲咩標？我想要 Mini Lindy 喺呢度。嗱，呢隻係 U stamp 黃加藍嘅 Mini Lindy U stamp 啊，咁係咪一代啊？係啦，應該係一代嚟嘅呢個，係啦。本身我哋賣緊54,800都已經好平啦，今日係49988 49988 49988 Mini Lindy 黃色藍金扣49988啊 Mini Lindy 真係冇啊！你哋喺出邊揾唔到㗎啦，4字頭啊，全新啊，講緊二手價錢買全新啊，而家可以。黑色馬仔有啊，黑色馬仔等我陣啊。呢個3Y 70800呢隻係K 嚟嘅 K stamp 70800 70800 2代嚟嘅嚇，呢隻2代嚟嘅
馬仔呢只着咗窩釘衫嘅馬仔，今年最 hit 嘅呢一隻係啦，呢隻咧係9180減300，9180減300，即係8880，8880係啦，8880。Cap 圖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9 10，飛馬嚟㗎係嘛？一隻飛一隻唔飛。哦，講咗飛嗰隻先啦，黑色飛馬，黑色飛馬4980減，呢隻係飛嗰隻咩？哦係喎，飛馬係啊。4980減200，4980減200。Cap 圖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9 10，4980減200。睇下呢兩隻黑色啱唔啱？Mini 24，你睇下你想要咩色，我幫你揾。